好啦，開工。今日換頭唇，自己開工。裝頭唇咧有兩樣嘢做法嘅，可以一係就黐膠紙，度好晒位，黐啲3mm嘅，唔好黐啲普通膠。兩重保護咧，黐完膠紙轉窿，最好攞間尺度，攞把電鑽啦，開窿啊，對啱螺絲窿，唔好太大，細個螺絲窿嘅。咁你唔識對咧，佢好似後邊呢啲板後邊咧有晒啲框框嘅。你用手指度又好，間尺度又好，開多幾個窿，但係唔好喺出邊見到樣嘅地方開窿。套頭唇咁樣嘅，咁我用最簡單嘅方法收螺絲，因為可能後期再要修改，所以唔黐膠紙住。呢個裝咗線上，唔係咁靚仔，要再執執。OK 嘅都，起碼個頭冇咁圓鈍先啊。攞返個唇咧靚好多。好，搞掂，收工。